潤美迪歐激活皮膚微生態72小時見證細胞逆生長奇蹟。2011年，韓國韓松生命科學院把細胞修復及燒傷、燙傷等疤痕修復技術應用至護膚品研究，為高端美容整形醫院提供私人抗衰定製以及偽美術後修復，從而創立潤美迪歐品牌。2013年，潤美迪歐與韓國國家級科技研究院、韓國經濟振興院簽署共同研發協議，作為唯一化妝品研發機構，研發出全球首款塗抹式微針鑽石套裝，風靡韓國，引發行業模仿。2017年，以跨境電商形式開始銷往20多個國家，擁有多年國際運營經驗。2019年，瑞美迪歐入駐韓國板橋科技股並擴建中央研究所。2023年正式落地中國並建立物流倉儲，實現一站式服務。2024年，日本東京銀座中國台灣開設分公司同體驗店。2025年開通澳洲物流，逐步實現全球佈局。2026年喺香港尖沙咀開設分公司同體驗店，在韓國8000多家化妝品企業中，僅2%擁有自己的研究院，1%嘅企業給研發生產銷售於一體，潤美迪歐就係其中的一家。潤美迪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多項研發技術專利及特別提供協議。生產工廠獲得 ISO 9001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及 CGMP 韓國優質化妝品生產企業認證，並與韓國京畿道振興科學院共同研發生產，與韓國光州科技大學簽署產學聯盟，與美國海明公司簽署蛋白質包裹技術合作，與法國 CLAB 簽署原料合作。與 LG 公司簽署戰略合作等品牌成立至今，瑞美迪歐不斷保持科學配方的歷代升級，為保證產品品質，官方設立代加工廠。瑞美迪歐所有產品自主研發、自主生產、自主流通和自主銷售，採用原裝原平純進口方式喺中國大陸建立物流倉儲中心，全球化、統一化運營，全球會員互通，全球統一結算，統一銷售價格。